喂 Hugo 啱啱拍完嘅呢隻卡啊嘛，呢隻第二彈，睇下啲 R 先，啲 R 都係幾靚嘅，整得呢張幾靚，呢啲都整得幾靚。呢張好似呢張 R 好似之前已經出過嘅。R 卡好多咗，呢啲應該係第二集嘅 R 卡，有啲係第一集出現嘅。呢啲 R 卡，呢張新公炮召喚啲龍出嚟幾靚嘅。好啦，跟住而家睇 HR。電話根本就拍唔到佢個靚處，根本拍得佢唔係咁靚，根本就睇唔到佢咁靚嘅面貌。呢張卡 OK， 直接跳過咗。呢張奧丙哪吒有啲重複嘅，唔使介意。飛天豬。呢個石機娘娘呢個乜話？哦，可以叉呢個太乙真人，跟住奧剛同埋飛天豬。好啦 ，SR 咯，重複咗。好啦，哪吒第二彈嘅卡仲有 QR， 啲 QR 真係幾靚喎，識閃㗎。講完呢啲，跟住跳呢隻乜話 DR， 呢隻 LR 其實我唔係想抽中 LR 㗎，我想抽中 SC， 不過好難咧，抽唔中，抽中 SSR 好炳。QR 有5張，1、2、3、4、5張。以上嘅卡已經介紹完畢，拜拜。